正在開展嘅3.5規劃嘅諮詢文本入邊呢，都重點提到要深化公共行政改革。本人認同改革咧係有效提升特區嘅治理效能，根除咧依法不作為同埋躺平不作為嘅消極行為，建設成為市民所盼嘅廉潔、高效同埋現代服務型嘅政府。而喺改革嘅過程當中，本人都關心到公務員嘅壓力，尤其喺架構重整、合併、員額制之下對公務員所帶嚟嘅影響。本人認為喺推動精簡高效嘅同時，亦都要了解同埋平衡公務員嘅工作壓力同埋適應性，為公務員提供適切嘅溝通啦、培訓啦、過渡安排，並加強對人員嘅人民關懷，建立以人為本嘅友善職場環境，從而穩定公務員嘅士氣。另外，目前薪酬評議會討論嘅範圍只係針對薪酬調整。本人建議擴大評議會嘅職能，除咗討論薪酬之外係可以加其他各項津貼同埋福利等嘅議題，從而完善公務員嘅福利保障。請問行長閣下喺公共行政改革過程當中，如何能夠為公務員提供適切嘅支援同埋人民關懷，優化職程制度，同時能否考慮對薪酬評議會進行改革，整體上達至完善公務員嘅保障，促進職涯嘅發展，以提升公務人員嘅士氣、幸福感，以及增強人員嘅服務熱誠同埋公僕精神。多謝。我哋嘅領導主管，我哋嘅公務員確實係受到面對好大嘅壓力，所以我哋整個特區政府唔同國家嘅官員大家都係好關心、好重視我哋整個公務員團隊喺呢個公共行政改革中嘅情況，給予適切嘅支持。我舊年好似係施政裏邊講過，公共行政改革有2個要堅持：第一，唔解僱員工；第二，唔降低員工嘅薪酬。所以我哋係喺呢個前提底下，大家一心一意，共同面對公共行政改革所帶嚟嘅挑戰。長期以嚟特區政府為公務員係提供各種關懷嘅。第一係幫助基層或者有需要嘅公務人員緩解生活上嘅壓力。第二係持續舉辦係各種文娛康體活動、定期體檢，以及開辦心理健康同埋員工關懷嘅講座，促進公務人員嘅身心健康。響優化職程制度方面，特區政府以精細化管理為方向，持續評估同埋適時完善公務人員職程嘅制度，包括特別職程嘅設置、職務內容等等係結合調動機制，為人員提供更加廣闊嘅發展嘅空間，亦都滿足社會發展同埋政府施政嘅需要。關於梁議員提出嗰個能否考慮對薪酬評議會嘅進行改革，擴大佢嘅職能範圍呢個問題，佢用意好簡單，就係為咗公務人員薪酬調整嘅事宜係提出啲科學嘅、客觀嘅建議同埋意見。公務人員嘅津貼、福利呢方面如果按照我哋公職嘅話佢唔係薪酬嗰個組成嘅部分，所以我哋亦都考慮暫時唔將佢放入去呢個薪酬評議會嘅職能範圍裏邊。